来看中华园林有民众带囡仔去这游乐园坐飘飘河的船啊，这船啊煞是哭来哭去，佮夹伫咧这个水道，害囡仔的头去弄着震起来。业者认为讲有可能是因为船顶敢若坐家长甲囡仔重量伤过轻，毋才会出意外，会过来调整设施。为什么会卡住？一个去练树林船伫水道卡条的，一个查某囡仔头去弄着，有家长伫礼拜连假带囡仔去中华北高山探索乐园耍，这飘飘河设施离开100公尺了就卡条的，4岁查某囡仔吓惊着，头小可红肿。他头就撞到那个前面，那时候看那个服务人员好像不知道是没听到还是怎么样，看你们有没有想说。没有看到他们想要过来这样子。他那围栏，如果他真的很长这样卡住的话，真的有点危险啊，很容易飞出去，我感觉。中华北高山探索乐园互人讲是台湾版的侏罗纪公园，捌伫2024年8月停业，今年调整型检标重新开业，新增加彩虹粗道、飘飘河顶设施。春节甲第礼拜假期拢真侪人，发生意外迄当阵，是少者身躯一直后，船才开始过山顶动。因讲这个设施敢若是有问题，园方是讲飘飘河坐一遍200块，会当坐2个大人1个囡仔，可能是人伤轻才会卡掉的。我们营运到现在应该也有几万人次了，目前这种情况就是偶发的，但是我们会注意控制我们的水量这样。业者讲，因类设施拢有建筑师甲结构技师认证，安全无问题。水道两边的护栏是强化玻璃，也无落位危险。以后会调整水道的水量，因为游客并无留联络资料，希望游客主动甲因联络，协助因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